新北市邦桥幼稚园饲药的风波还未收煞。卫福部公布29个就医的囡仔当中，除了一个药力检验，其他28人拢是阴性。不过，这28个囡仔有一个却是验出别种的爱困药啊，而且伊是伫咧食指读幼稚园，引起家长的惊吓。新北市政府强调讲，这个囡仔检验2届，数值拢评标准搁较低，所以判断是阴性。嘛，因为即马毋若邦桥搁逼出食指的幼稚园。树林地检署嘛主动改制侦办。新北市幼儿园饲药案告脱手，卫福部15公布上新6个检验统计，目前就医的29位幼童中，1人当日检验，其他28人巴比妥检验结果拢是阴性。因过其中所有1名幼童验出另外一种氨平药苯二氮平类 A 微量残留，敢是因为其他因素干扰造成的，也爱去调查。他这个尿中的这个BGD 哈，就是苯二氮哈。就是比别的小朋友多了哈，标准值是切到200纳克，所以在解读上面，它其实是阴性。因为这个幼童伫饲药案的连锁体系的食指幼儿园就读，当事家长伫面册社团发文呼吁父母赶紧带囡仔去体检，未少家长下昼提早到幼儿园真烦恼的接囡仔回去。就想说要带小朋友去验一下嘛？对，谢谢。现在要去。对，现在要去。所以有个小孩子好像他的浓度比较高一点，因为刚好我们这个是跟他同一班，那我们就想说小孩子也会害怕，所以我想要先带走。他们其实都是列管的3级管制用药。如果我们在没有服用这样子的药物之前呢，其实是不可能在身体里面有这样子的化合物残留的。6月12尿液苯二氮平类之检验结果为20耐克每毫升。那6月13经过了复验，得到是29耐克每毫升，2次检测的结果皆小于200耐克每毫升，结果判定为阴性。新北市长侯友宜伫面册发文强调，这位幼童2摆的检验数值拢比标准大家，结果是阴性，呼吁跨界唔通乌白乱传，也指出市府谨慎处理，已经甲家长联系。过到这间幼儿园留存敢失去影像，也毋过饲药案技术过延伸案原案，树林地检署也主动分查这个案，会由妇幼专组主任检察官负责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